係周刊同你睇天氣。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天氣乾燥，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經下降到60%以下。下晝天氣炎熱，多區嘅氣溫升到29度左右，坪洲同較西洲更加接近有32度。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晚抵達沿岸地區，受佢影響，週末期間本港嘅氣溫將會係稍為下降。轉下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介乎喺25.1至到28.7度。睇下而家嘅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係62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聽日早晚有一兩陣微雨。市區嘅最低氣溫大約會係23度，新界再低一兩度。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，最高氣溫大約27度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落雨，深圳驟雨，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多雲，杭州多雲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天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落雨，大阪明朗，東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雷暴，布里斯班雷暴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明朗。南亞落雨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